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路加福音第24天的共读。昨天我们从第13章的后半段看到耶稣讲到芥菜种，还有面笑的比喻，以及提醒人要努力的进窄门，因为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耶稣多么愿意法利赛人他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但是他们却多次的拒绝，以至于呢当神得国的时候呢，神的儿女却要在外面哀哭切齿。今天第14章，我们要继续来看到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对话。14章第一章，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去一个法利赛派的领袖因兜食饭，大家注意在甲伊看。迄时，伫伊的面前有一个高长病的人。耶稣问律法教师甲法利赛人讲：伫安息日医病有合法无？因拢无应。耶稣就牵迄个人来，甲伊医好，互伊转去。然后耶稣甲因讲：恁中间敢有人家己的囝，还是牛伫安息日跋落古井，未随时甲伊救起来？因对耶稣所问的话，拢未晓应。耶稣又再次到法利赛人的家中吃饭，可见耶稣并没有完全拒绝法利赛人，甚至这一个跟第7章的法利赛人不一样的是，耶稣来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所以可能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代表。第7章是来到法利赛人西门的家中但是在这家中遇到一个患水肿病的人，好，那这水肿病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但是根据犹太人他们所认为这样的水肿病呢，可能是跟情欲有关的疾病，就是跟性方面有关的。而耶稣呢，这次反而是主动问律法师和法律赛人，就是上帝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在安息日治病合法还是不合法？那这个议题呢，在13章的第10节，耶稣他就已经讨论过。就是安息日他治好了驼背的女人，因为那个驼背的女人呢，病了18年，耶稣呢，在安息日医治她。好，那这些认为耶稣不该医治的耶稣就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甚至呢，在路加福音的第6章第5节，耶稣也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那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他们在法利赛领袖的家中呢，对于耶稣这样的提问呢，大家都闭口不言，因为说合法不合法，他们都知道会被耶稣所反驳，所以他们干脆选择不讲。所以耶稣他就扶着那个人，就治好了他，所以让他身上的水肿病呢，那就得到了医治，甚至就打发他走了，让那个人病得医治来回去那耶稣呢，又对众人说：你们当中就是这一群遵守律法、摩西律法教师、经学士、法利赛人，谁有儿子或牛在安息日掉进井里去，而不立刻把他拉上来呢？所以耶稣看见的是这个水肿病人，他可能好像牛，或是呢，是自己的孩子，那已经掉到了井里面，可能快要淹死了，快要窒息了。这个情况非常的危急，总不能说等安息日过后，再带你去看医生，安息日过后，我再带你去挂号，而是立刻的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所以这一些的法利赛人和这一些的经学士，那他们律法师，他们没有办法回应耶稣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多次的在安息日当中的医病。那要证明说，人子不仅是有赦罪的权柄，有医治的能力，人子还是安息日的主。而接着呢，耶稣又见所起的客人，那可能继续还是在同一个情境当中，就是在这个法利赛人的领袖的家中。我们继续来看后面的经文。耶稣看到人客得紧大位，就用一个譬如甲因讲，任何人请去赴婚宴，
婚宴的时，毋通坐大位，惊了有比你较尊贵的人客嘛来互伊请。迄时，请伊甲你迄个主人回来甲你讲，请让位互即个人客。迄阵你会感觉真歹势，煞着去坐上细的位。你互人请的时，宁可去坐上细的位，安尼请你的主人回来甲你讲，朋友，请来坐大位。迄阵你伫公道的人客面前就有体面，因为提高家己的会受降价，毋过屈低家己的会受提高。然后耶稣嘛甲请伊的主人讲，你请人食中昼顿，还是暗顿的时，毋通请你的朋友、兄弟、亲族、好野的厝边，才免因甲你请倒顿，你煞受报答。你请人客的时，宁可请善车人、行动无方便的人、较歹的人、失明的人，安尼你一定会受祝福，因为因袂当甲你报答。第二人过外时，上帝会甲你报答。那在这一段呢，应该是接续的，在这法利赛人的领袖家中，看到这些法利赛人，大家都想要坐高位，或是站在高位上面，来表示自己的身份，表示自己的地位。耶稣自己就选一个比喻教导他们说，去参加婚宴的时候，不要直接坐在首位，就是主桌。恐怕呢，在这个婚宴的客人来的当中，当时的婚宴，可能来到比你身份更尊重的客人来，结果呢没有位置坐，只好从主桌当中把比较不重要的，没有是首位的，请起来，所以呢，你到时候就会觉得难为情，而且得退到的末座，就是到最小的位置去，因为客人都已经陆续就座了。位置都满。好，耶稣讲这个比喻呢，非常的有哲理，就是宁可要谦卑自己。好，等到像什么呢？好，耶稣说第10节，你被请参加婚宴，就去直接坐在末座，就是最小的位置，让主人来找你。说，朋友，你怎么在这里？来，请坐前面，请坐前面。这样你在宾客面前就有光彩。这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做法吗？好，自以为有身份，结果呢却被人家请站起来，然后离开，换到别桌去。好，结果呢变成没有得坐，还坐到最后面的位置去。但是呢，自己宁愿谦卑，选择最小的位置。到主人发现的时候呢，主人来把他点名，请他起来，来，请上座，到前面的位置来坐，这样子呢就有光彩。第11节，因为上帝要把自高的人降为卑微，又高举自甘卑微的人，所以骄傲的上帝就使他降卑，而谦卑的上帝就使他升高。所以耶稣也要这些的法利赛人领袖呢，不要因为自己觉得是有身份有地位，受到百姓的尊敬，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真正要觉得自己了不起，是要真正是得到神的尊敬，得到神的看重，让主人来奖赏他，不是人的奖赏。所以耶稣就对请他的这个主人法利赛人说，你招待午饭或晚餐，不要邀请你的朋友、弟兄、亲戚或富有的邻居。这里讲到4种人，我们常常请客呢会想要请的。第一个朋友，第二个兄弟姐妹，第三个亲戚，第四个有钱的邻居、富有的邻居。为什么耶稣对他说不要只有请他们呢？因为他们恐怕他们回请你，还了你的人情。就是你请这顿客呢，请这一顿饭呢，本来是可以得到祝福的，但是你请的都是那些会互相请来请去的，会报答你的，会赠送你礼物的，甚至加倍奉还的，那你得到的礼物呢，就从这里就得到。但是说耶稣说要得到神的尊敬、神的尊重呢，要请客。13节就请那些贫穷的、残疾的、跛脚的、失明的，这里讲到4种人。这些人呢，他们没有能力来回报，
但是呢，你就会有福气，因为呢，在义人复活的时候，上帝亲自报答你。好，所以这里讲到时间，讲到条件，讲到对象，好，讲到这个请耶稣来家里示范的法利赛人的领袖。好，耶稣也希望这个主人呢，能够不是只有请有头有脸，然后来到家里面吃饭都想要争前面的位置的人。好，甚至对于这个在安息日呢患了水肿，好病得快要死的，像牛或是这个孩子掉到水井里面，好却见死不救的人，而是要请这些瞎眼的、瘸腿的、贫穷的、残疾的、失明的，好，那神呢，好会在义人复活的时候亲自来报答。好，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好，第15节。讲到有一个人听到这的话，就甲耶稣讲：会当伫上帝国啉这的人真有福气。耶稣甲伊讲：有一个人办大宴席，有真侪人客，要开道的时，伊找仆人去甲受请的人客讲：请恁来，逐项拢准备好势啦。毋过因一个推辞，头一个甲伊讲：我有买一块地。就去看卖咧，请你谅解。另外一个讲，我有买5对牛，就去试验看卖咧，请你谅解。搁一个讲，我拄娶某，所以袂当去。迄个仆人转来，甲主人报告这个代志。迄个主人就生气，甲仆人讲，赶紧出去城内街头巷尾，带遐个散车人、行动不便的人、失明的人、较歹的人来。迄个仆人讲：主人，你所吩咐的，我已经拢有做，毋过也有空位。主人就甲仆人讲：出去大路，甲篱笆边，将别人入来，通互我的厝坐满。我甲恁讲，大先请遐个人，无一个人会当食我的宴席。在这个耶稣的这个教导，在参会当中的教导，就是至高的必降为卑，至甘卑微的必升为高。之后呢，耶稣呢，好又举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叫做大宴席的比喻。那同样的记载呢，好在马太福音的22章1到10节。但在这个记载，两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的重点不太一样哦。路加福音22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喻的后面呢，是讲到这些邀请来的人呢，那最后呢，好是一个没有穿上礼服。虽然他们也是邀请这些人，但是呢，最后没有穿上礼服呢，反而就被捆起手脚扔在外边的黑暗，在外边哀哭切齿。马太福音的重点是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马太福音22章这个大宴席的比喻喜宴的比喻呢，是讲到要预备好自己，要让自己结出果实来，因为才会被神所拣选。但是呢，在路加福音放在这里的大宴席的比喻呢，强调的是在神的国里面享受宴席的人是有福气的。原来这些呢，所要邀请的朋友啦、亲戚啦，要邀请的弟兄啦、邻居啊，结果一个一个用不同的理由没有办法参加，所以主人就转而去邀请外面的，刚才耶稣比喻当中所说的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失明的，来进来。而这仆人呢，也很反应很快，很机灵，告诉仆人说已经都邀请了，可是还有空位。好，那这才是路加福音在这里这段的重点。所以主人23节就对仆人说，到马路边和陋巷里去，强拉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啊！强拉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强拉的意思呢，好像是用暴力啊、威胁啊，人家根本就没有想要，然后就逼迫人家。这里的强拉的原文的意思是说服，或是催促人，或是说服人来。可能是这一些人呢，他们不是不来，而是他们可能觉得自己不配，或是觉得自己呢不够格。但是呢，主人为了要
要让这个家里面的宴席呢，好有空位都要把它坐满了，好把它坐满。好，所以呢，好不管是什么人，好只要即便是在路边的，是在陋巷的，好那在篱笆旁边的，好那都主人都欢迎，都邀请他们，好并且催促他们能够赶快进来。好，但是呢，24节也说，前面那些所请的人。就是那一些朋友啦、亲人啦，或是说买了地要去看地啦，买了牛要去试牛啊，然后娶老婆要在家陪老婆啊，这些人呢，好，绝对不能享受我的宴席，就是用各样的理由。那从这比喻当中，其实我们知道，耶稣的比喻在讲天国当中，就是得救的人数满了。这也很像是在对不起，马太福音的13章撒网的比喻啊。马太福音13章撒网的比喻当中呢，就讲到天国呢，好像这个把网撒在海里面，聚拢了各类的鱼。当网满了之后，人就把它拉上来，拉上来就收在桶里面了。好，然后耶稣说，这个世代终结也是这样，天使要出来，把恶人义人分别出来。好，那恶人就要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哀哭切齿。好，所以能够进入到网中，好，能够进入到主人的宴席当中，其实呢，神的都乐意每一个人，好，直到这个得救的人数满了。好，那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路加福音的第14章好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好，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继续在安息日继续实践他的教导，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有赦罪有医治病的权柄和能力。同时呢，他也要法利赛人就是反思他们自己到底是律法重要，还是人的生命在神的眼中重要呢？那其次呢，就是在这个宴会的当中耶稣也对这个主人和客人，特别是来参加宴会的客人，选择升高位，耶稣就教导这个宴客的主人，应该在宴客的时候呢，要有智慧的，宁可让主人请你上座，而不要被主人从主桌上被赶下来，甚至被赶到外面去啊。好，那还有最后就是用这个大宴席的比喻，很多可能不配来参加婚宴的人，但是呢，神的国，神的家，那神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啊。所以我们应当是要来感恩，能够有这样机会。同时，马太福音同样的比喻也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穿上的礼服，而不是随随便便然后呢就来到神的家中的宴席当中，应该是要警醒。盼望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再次思想得到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知道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而且主你也看重每一个在危急当中的生命灵魂，你都愿意来搭救。主啊，求你再一次将你的手按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身心灵能够得到医治，同时也教导我们要学习谦卑自甘卑微宁可让神来看重我们，而不是受到人的尊重只是为了得人的掌声同时让我们在宴客的时候呢，真的是愿意来邀请接纳招待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失明的这些最弱小的最卑微的让我们真的愿意坐在他们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愿神让我们能够有得救的智慧，也有生活的智慧。我们这样子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各位平安。